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哋係市道視頻，今日係2025年嘅11月23號。今日嘅內容咧，主要就係講每週指標嘅啟示。嗱，我哋呢一個每週指標咧，同我哋其他嘅指標一樣，係我哋嘅原創，意思即係我哋自己用咗好多年嘅時間去研究出嚟嘅成果，真係花咗好多心思精力，先至可以有個結果出嚟，真係可以咁講係血淚嘅成果。請大家支持我哋原創，支持我哋市道視頻，請訂閱我哋就可以㗎喇。睇呢條片嘅時候，唔該盡量睇到最後，因為 YouTube 係非常之注重大家睇片嘅持續時間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講返今個星期嘅內容，就係每週指標。咁呢個指標呢，其實我哋喺上一套視頻呢已經介紹過㗎啦。咁呢個指標主要呢，就愛嚟預測恒生指數每個星期嘅升跌。嗱，我哋喺上一個視頻呢已經好詳細咁介紹過呢個指標。咁今日呢，就唔會再由頭講起㗎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睇返上一個視頻，即係2025年11月15號，視頻嘅名就叫做恆指嘅每週指標。嗱，跟住落嚟嘅以下嘅內容呢，就係當我哋翻到去上星期六，由上星期六咧去預測啱過去呢個星期恆指嘅升跌。我哋當呢個星期咧仲未發生，我哋去翻上星期六 ，OK？ 係啦，就係當我哋喺翻11月15號上個星期六嗰日嚟睇嘅市，嚟睇嚟緊呢一個星期，我哋當唔知道啱過去呢個星期咧係升啦抑或跌 ，OK？ 好啦，啱呢個星期咧，即係乜嘢啊？11月17號星期一至到11月21號星期五 ，OK？ 我哋睇下對於呢一個星期嘅升跌嗰個預測係點樣，做一個回顧。好啦，我哋上星期六咧就話，我哋嘅預測就係嚟緊呢個星期咧，恒生指數係會升嘅 ，OK？ 係會升嘅，但係佢升得嚟咧，要留意喎，佢上升嘅機會率咧係唔及得之前呢個星期咁高嘅。點解啊？因為最新呢一個星期嘅預測，佢呢個高度啊係唔及得之前嗰個星期嘅高度咁高嘅，所以佢嘅機會率咧係低啲嘅。OK， 即係話我哋心裏有準備啦。我哋預測佢係升，但係機會率咧係唔及得之前嗰個星期咁高。咁結果點啊？哦，原來咧啱呢個星期咧係下跌嘅。OK， 係下跌嘅，但我哋預測係點啊？係上升嘅喎，咁即係預測錯咗啦。冇錯啦，預測係錯咗，呢個係唔可以否認嘅。但係呢一種咧預測咧係一種機械式嘅預測，即係話我哋係100%照足呢個預測去睇下一個星期 ，OK？ 咁除咗機械式嘅預測之外咧，仲有另外一種方式嘅，就係點樣用呢個預測啦。呢種用嘅方法咧就叫做策略式嘅預測 ，OK？ 佢同機械式係好唔同嘅。咁點樣做咧？嗱，策略式預測咧就係同樣咧睇翻呢個表。同樣咧睇翻，嚟緊呢個星期係升嘅 ，OK？ 指標話下星期係升嘅。嗱，機械式就話
指標話升，咁咪跟足佢咯，係升咯。但係策略式去應用呢個方法咧，就有少少唔同啦。首先，我哋剛才講過，佢個上升機會率咧係唔及得之前嗰個星期咁高嘅。咁嘅意思即係乜嘢啊？意思就係我哋對於呢一個上升嘅預測咧，其實係有啲保留嘅。OK， 呢個第一。另外仲有啊，就係點咧？就係我哋話嚟緊呢個星期係上升啦，但係其實啱啱完咗呢一個星期，其實已經升咗㗎啦，見唔見到啊？升咗㗎啦，而且係升咗成大概7-8點㗎，曾經升過7-8點㗎。OK， 咁即係話喺之前嗰星期已經升過7-8點，咁會唔會已經係升完呢？有呢個機會嘅喎。OK， 會唔會所有升幅都喺之前呢個星期發生咗呢？有呢個機會，所以我哋一定要顧及上星期呢個升幅係咪已經升完，而且我哋唔單止睇返上星期，我哋仲睇向前望。OK， 向前望即係點啊？睇埋再跟住嗰個星期嗰個預測。OK， 我哋話嚟緊呢個星期係升啦。OK， 但係再跟住個星期係點啊？ OK， 咁我再睇埋跟住個星期嘅預測啦。原來係下跌㗎，見唔見到？係下跌㗎，唔係連續升㗎，係下跌㗎。咁即係話點啊？升完就會跌。好啦，如果係升完就會跌，咁會唔會呢個下跌係提前喺呢一個星期上演呢？即係話喺啱啱過去呢個星期上演呢？喂，係可以嘅喎，係咪？所以策略式預測呢，我哋要咁諗嘢㗎，要靈活啲。就係我哋雖然指標話呢個星期係會升，預測係會升，但係會唔會啱啱嗰個星期已經升咗呢？已經升埋佢嗰份呢？同埋下個星期嘅預測係下跌嘅，會唔會呢個下跌係提前上演呢？嗱，結果係點呢？果然上一個星期曾經升過7-8點，果然真係升晒。跟住嚟呢一個星期呢係下跌，就係好似下一個星期預測會下跌，但只不過下一個星期嘅預測嘅下跌呢，而家喺呢個星期提前上演咗啦。嗱，如果我哋咁樣去睇呢，去用呢啲預測呢，其實就好唔同噶啦，同機械式應用呢係好唔同嘅。其實咁樣去應用呢個指標，用策略式預測去應用呢個指標呢，其實係反映咗大戶嗰個操盤，因為大戶操盤呢唔會黑板，佢哋嘅操盤係非常之靈活嘅。咁只有策略式預測呢，先至可以反映咗大戶嘅操盤嘅靈活。冇錯啦，由於大戶操盤係唔會黑板嘅，所以我哋應用呢個指標呢，亦都唔會黑板，唔會機械式。所以點樣啊？我哋就唔單止睇一個星期嘅預測，我哋仲會睇埋之前嗰個星期同埋之後嗰個星期嘅預測。
嗱，咁樣睇嘢呢，就會有2手甚至3手嘅準備。即係點啊？如果淨係機械式預測，我哋就會預測個市呢下星期會升，但係策略式預測呢，就令到我哋預埋佢，原來係會升完嘅，上星期已經升完啦，所以跟住嚟嗰個星期呢，係有可能提前上演再下一個星期嘅下跌，咁我哋咪會有2手準備咯，係咪啊？唔單止淨係預佢會升，我哋都會知道下跌都好有可能嘅。只有咁樣做足2-3手嘅準備，先至夠乜嘢啊？先至夠宏觀啊嘛！睇嘢睇得闊好多。由於睇嘢夠宏觀呢，我哋嘅預測啊，我哋呢個指標每週指標呢個預測呢，先至會係更加有用。咁即係點啊？賺錢就會賺得更加多啦。嗱，呢個星期機械式預測咧就話升啦，結果咧就係下跌 ，OK， 所以咪唔準咯。如果用機械式預測，但係如果用策略式咧，其實就好唔同啦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翻每週指標，對於真係嚟緊呢個星期 ，OK， 嚟緊呢個星期仲未發生嘅。咁下星期嘅預測係點樣呢？即係11月24號星期一至到11月28號星期五呢一個星期嘅預測，恒生指數係升啊，抑或跌呢？嗱，其實頭先咧都講過㗎啦嚇 ，OK， 嚟緊呢個星期嘅預測係升抑或跌呢？冇錯啦，講咗㗎啦，係跌啊，而且機會率都幾高嘅 ，OK。嚟緊呢個星期係跌嘅，但係我哋要小心啲啦。喂，上星期啊係下跌，而且下跌咧成1000點嘅 ，OK， 成1000點嘅，咁會唔會已經跌完呢？或者已經跌咗大部分呢？冇錯，下星期係會跌。但係會唔會已經跌咗大部分，甚至跌完呢？嗱，我哋一定要咁諗嘢㗎。好啦，我哋再睇多一個星期嘅預測，睇下點咯。即係話12月1號星期一至到12月5號星期五，再下一個星期個預測係點呢？原來係升㗎。OK， 嘅預測係升嘅。好啦，咁所以對嚟緊呢一個星期策略式預測係會點啊？根據之前個星期同埋之後呢2個星期嘅預測，咁我哋做一個策略式預測就係先升後跌，然後再升，冇錯啦，先升後跌，然後再升。OK， 咁我哋睇下下星期呢準唔準啦 ？OK， 機械式就話係下跌啦，咁策略式預測呢就係先升後跌再升。OK， 但呢個再升呢，要補充一點，係可以延遲到12月嗰個星期先至出現嘅。OK， 係可以咁嘅。OK， 好啦，預測就講完啦。咁呢個指標準唔準啊？咁佢個準確程度呢，大概有70%嘅。咁呢個指標其實非常之易用啦。OK， 只係睇下個預測係向上啊，抑或向下。向上就係升，向下就係跌，就係咁簡單啦。
好啦，如果你想買呢一個指標，抱歉啦 ，OK， 時機已經過咗啦，唔會再賣噶啦，我哋 OK， 時間已經過咗啦，只係一次機會，過咗就冇噶啦 ，OK， 股市都係一樣 ，OK， 過咗就冇噶啦。好啦，呢個指標點解佢個準確程度可以去到70%咁高呢？因為佢係根據一啲事物創造出嚟嘅。根據乜嘢事物啊？原來就係恒生指數嗰個實際嘅特性，咁樣而創造出嚟。換句話講，佢係非常客觀。OK， 係有根有據嘅。嗱，呢個指標咧，同我哋其他指標一樣，係100%原創，只此一家。同埋剛才大家睇嗰張預測個圖咧，只係2025年嘅咋，2026年咧就要睇另外一張圖噶啦。OK， 好，點解我哋用咗咁多時間心機去做原創指標咧？因為只有原創指標先至可以透視到港股背後嘅秘密。有咗知識，我哋就可以預知風暴嘅來臨，而且可以避免中伏。希望大家覺得呢個視頻有用啦。如果想攞到最新嘅市況分析呢，請去市道呢個網站。咁由於種種原因啦，我哋呢個網站嗰個更新呢，就唔能夠好似以前咁每日更新啦。咁但係我哋會盡量，我會盡我哋嘅能力去做到最大程度嘅更新嘅。好，請支持我哋原創。嗱，原創係一條非常之崎嶇艱難孤獨嘅道路，任何原創都係咁噶啦。OK， 咁股市咧係非常困難嘅嗰個原創。咁唔該支持我哋原創，就支持我哋市道視頻，訂閱我哋就得噶啦。請推介俾其他有興趣嘅親戚朋友，同埋俾少少精神上嘅鼓勵俾我哋，就係撳 like 讚呢個掣。如果你喜歡留言嘅，尤其是建設性嘅留言，我哋非常之歡迎嘅。好啦，今日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一個視頻再見啦，拜拜。